讲到破茧而出的新生命，咱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要说伫你过我的日，阮来敬拜你。这是一个感恩的礼拜日，这嘛是一个欢喜的礼拜日，这嘛是一个阮盼望的礼拜日。互阮伫绝望中间得到盼望，互阮伫惊吓中间得到喜乐，互阮伫软弱的中间得到快乐，互阮伫罪性困迫的中间得到逃放，来过圣洁的生命。主要说你已经过我。恳求你活伫我的生命中，主要说恳求你过我活伫每一个你所听的家庭，主要说求你将你的平安放伫阮的心内，甲因讲，甲阮讲，愿你平安。主要说，阮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愿你伫这个过我的时刻，将你过我的灵分入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每一个人拢得到改变。亲像春风吹入这个万米，互万米拢重新得到开拓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听候你所想述各位圣神对阮讲话，阮静静听，恳求你讲，祈祷我归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享受主耶稣基督各位的开拓。兄弟姊妹，愿拄则祈祷会当帮助咱。互咱伫主的听堂的内底，特别伫今仔日，兄弟对咱来讲，过我是一个足重要的信仰，过我嘛是一个真实际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拄去提靠软弱，互咱得到盼望喜乐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互主耶稣带着伊的祝福进入恁的生命的内底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。咱所祈祷的就是，互主耶稣基督过我的上帝。这段圣经是保罗讲了足重要，就是上帝的圣神，互主耶稣对视过我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的圣神伫这个时阵听咱的祈祷，伊要将这个过我的开拓赏赐互咱每一个人。主，咱若毋是我靠圣神，就无人会通得到开拓。我毋知恁会记得顶礼拜我甲恁讲一个 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，伊讲无人会当亲像主耶稣基督，除了圣神的帮助。这是顶礼拜的结论。第三个斯托德牧师对要学习亲像耶稣基督的人所讲最后一个信息，咱会当决志，但是咱无拄会当成做一个真正活伫耶稣基督的人。但是今仔日最大的应允就是伫过我这时，互主耶稣基督过我的圣神进入你的生命内底。愿主祝福咱，互咱伫今年的过我这中间有得到上帝的帮助。亲爱的姊妹，愿恁享受耶稣所带互恁生命的改变。愿这个主耶稣改变恁的家族，因为有的许多人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将罪性、将错误的思想。放伫你的囡仔身上，你免甲伊教，因为人学歹足简单。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有时咱感染着罪性，是咱的许多人因不知不觉中间，因所养成的无好的思想，也是个性，也是心思意念。今仔日圣经有3节，第一节是以西结书，上帝伫这个所在所甲咱讲的，伊讲：我要将我的神。放伫恁的生命中间，我要赏赐恁一个新的灵、新的心。意思，迄个心就是你的情绪、咱的心思意念，拢要因为圣神的同在，咱享受国外的快乐。这是今仔日咱同齐伫圣餐的中间要来领受的。咱甲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求你将得胜的快乐，对死国外的快乐活出来。迄个死实的关系，无搁再捆绑咱。咱伫主耶稣的面前，咱伸出双手，捧这个杯的时，所听的姊妹，请毋通袂记得，为着你的生命的改变来祈祷。你甲主讲，主我将我旧的
想法、个性以及上歹改变的习惯。主耶稣互这个旧的习惯，甲你当中伫十字架顶悬。主耶稣今仔日帮助我破茧而出，这是一个真水的故事，但就我要甲咱分享。破茧而出有两个步骤，第一就是听候，迄个毛毛虫结一个结蛋，伊结迄粒根的时阵，伊伫迄个中间要有一段时间，迄叫做基督徒叫做成圣的过程，脱胎换骨。后来伊要脱离迄个根，迄个茧就是捆绑咱久久的你的生活习惯，咱的思想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耶稣讲，互我甲你各当各我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有3段，以色列书是上帝的应允。伊讲我要赏赐恁一个新的心。新的灵，也这阿们嘛。咱伫主的面前，花你家己的心讲，主啊，将你的圣神，将新的心、新的灵赏赐互我，互我脱胎换骨。主啊，我以前的心思意念虽然是真诚恳，我嘛真认真咧思想，我嘛真认真咧改变。但是，若毋是上帝你的圣神的改变，无人会当改变。因为上帝讲，迄是我的灵。这个神，这个灵，就是互主耶稣对亡人脱离死神，个我的圣神。今仔日这个圣神嘛，要带咱甲主耶稣同个我。兄弟姊妹，罗马书第6章第30到12节，是一段足深的圣经。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帮助你，也愿上帝怜悯牧师有限的描述、有限的解说。也愿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了后，恁带着较无的心。罗马书第6章，介简单来讲，就是用罪来死，用上帝来活。也这个是记起来，一生追求脱离罪的捆绑，无论是引诱，无论是情绪，无论是错误欲望，无论你的心思意念，恳求主耶稣伫今仔日，互咱转向，人的转向。非常的重要，已经决定咱的一生的命运。人要用上帝的光，还是要用世间的荣华富贵？人会选择决定咱一生的结局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讲转向，用上帝来活，用耶稣基督来活。今仔日保罗甲咱讲的就是，我将我旧的心思意念已经交付主耶稣。保罗讲，甲耶稣同死。当顶的十字架，当埋葬；当顶的十字架，当死，当埋葬。这是一个人追求信用、灵命转变，一个真要紧的朝圣之旅。所以今仔日我要通过这2段的圣经，甲咱讲3项的代志。每一年的受难周，咱拢有祈祷会，是要缩短咱伫人生中间一生的一个操练。咱用受难周的祈祷会，就亲像暗暝要困之前，咱将咱这个软弱的身躯交予咱的上帝。主耶稣求你抱我伫你的形状，暗暝来临，主啊，互我伫你的怀抱的中间。明仔在天光的时阵，互我亲像毛毛虫变化成为蝴蝶，破茧而出。新生命的开始，是带有上帝荣耀的一个祈祷，咱缩短一日的祈祷，变做一个受难周的祈祷，然后咱一生甲上帝讨就是：主啊，互我伫你的活命内底，我一生日日改变。现在你有期待你的生命是日日改变的生命吗？愿主帮助咱。所以罗马书第6章了后的第8章11节，伊咧讲起上帝的圣神和主耶稣对死国王。伊讲，这个圣神也踮伫咱的内面，上帝圣神也踮伫咱的内面，咱的肉体、咱的情绪、咱的灵魂，拢未得到改变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这个上帝的应允。以西结书第36章是一个救恩的应允。伊讲，我要将我的灵，我将我的神
放伫恁的内面，下伫恁的内面，互恁顺探我的律例，遵守我的法度。意思就是当上帝圣性啊，踮伫咱的内底的时，咱就算做读未明白的圣经，就忽然了解，因为圣性帮助咱，互咱明白，咱活伫什么种的境遇，咱要怎样来追求主耶稣的荣耀，直到有一日咱见伊的面。所听的姊妹，保罗安尼讲，就踮伫耶稣基督的里面，看家己是用罪来死，是用上帝来活。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罗马书第6章最要紧的结论，也是重点，也是咱咧讲的重点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保罗伫这个所在甲咱讲，就是讲，咱爱用主耶稣来活，用上帝来活，用圣性来活。罪已经放伫后面，所以放下屠刀，放下残累咱，坐坐垫盘，罪性脱离捆绑咱的为奴的奴隶之地。上帝带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埃及，进入迦南地。这不是一个故事拿定，这是咧讲起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一摆脱离埃及，就是脱离迄个做奴隶，和过去咱的软脚，今仔日放落，上帝要带咱往得胜的应允的所在来行。所以保罗伫结论的中间，今仔日的圣经最后一句罗马书第6章12节，伊讲无得永稳，无得永稳，迄个歹的念头伫你的心思意念中间。所听的姊妹，求圣神怜悯咱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就算做咱家己咧行歹代志，咱嘛毋知咱家己咧做啥。你敢知影这个意思？有一个时阵，咱糊涂的时，咱嘛毋知影咱咧做甚么。听讲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走去柬埔寨，我毋知你有看到这礼拜的新闻无？然后因为爸母急，政府嘛急，找到伊的时，甲伊讲：带你回家吗？死还阁毋倒来。听讲，我毋知，但是真侪人伫咱的人生的道路顶端，咱咧追求好，亲像咧追求幸福。伊讲我的男朋友若无甲我做伙对，我都无要对。兄弟姊妹，这种的男朋友是会当一世人的嘛？所以听的姊妹，咱伫人生的中间有真侪这种的重蹈覆辙，别人的故事甲咱的故事拢同款。你愿意互圣神带你脱离错误的心思意念，这种的辖制你的习惯嘛？兄弟姊妹，为着成圣，就是脱胎换骨，毛毛虫变蝴蝶。这是今仔日的一个比喻，破茧而出也艺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脱离咱的已经伫罪恶中间的软弱的这个肉体，以及咱内底的情绪，伊讲私欲，有真侪错误的欲望，互人离开上帝。愿主怜悯帮助咱，兄弟姊妹毋通看轻这种的罪性，因为这种的罪性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家庭。你的囝子，你若爱伊得到幸福，你会为着你的囡仔改变你的基督徒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听的内底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这3段的圣经讲到3项代志。第一，耶稣基督留一个样相，伊安怎活，伊安怎死，这叫做生死学。但是我要甲咱讲起一个叫做伊丽莎白，伫这个受难者的中间。牧师的家庭啥物拢袂当做，阮就是伫厝里咧自我隔离，自我居家照顾自己。伫这段时间，上帝我真多时间就亲像爱待伫迄个梦坑的内底，就亲像耶稣基督3天啥物拢袂当做。伫个中间，上帝将这几下真水的故事。时间无够，其实我真爱甲你讲，今日这礼拜中间，我伫灵修的中间，上帝我读真侪经文，甲真侪真感动我的这个故事。其中一个叫做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这个作者，伊是3胞胎的上细汉的，伊出世的时阵不到500公克，用美国叫做1磅450公克左右。所以出世的时阵，其实是足虚弱，带着真侪病，
伊到年老的时阵，嘛是带着慢性病，一直到最后伊死。这个人是一个瑞士的人，但是伊后来移民到美国。上帝互伊伫真多的病痛的中间，伊成做一个真够教人生命功课、生命教育的老师。伊成做全世界足出名的畅销书的作者，全世界真多优秀的大学甲学术机构争相的赠送给他荣誉博士的学位。这个人写几啊本足水的册，但一个牧师甲恁讲，生命的15堂课。要安怎甲囡仔讲死亡？天使走过这个地方，足水的生命的一个自觉人。我宁可讲较侪圣经，减少讲这个人的故事，因为这个人所有的故事，拢是对圣经来。我讲这个故事是为着帮助咱，互咱知影讲原来圣经是遮尔重要。我知影时间的有限。我嘛知影讲，我要一真谛中间将遮尔侪宝贝的生命的故事讲互恁听的是，有当时讲袂好势，求天父上帝圣神开咱的目睭，兄弟姊妹，愿咱遮最有福气的人，每一个人听会了解，每一个人对主耶稣讲，主耶稣道理唔免遐尼复杂，我就相信你，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甜的。今仔日我要通过这3段的圣经，甲咱讲，复活节3个真要紧的功课。第一，就是朝圣之旅。咱的人生每一天拢是朝圣之旅。目睭天金，就是咧看见上帝的脚迹；暗时要困，就是耶稣甲咱抱掉咧。进入迄个梦园的内底，伫迄个中间，什么拢袂当做。但是生生不息，咱的人生是一个朝圣之旅。自从咱听到耶稣的故事，自从咱讲主耶稣我愿意，咱领受洗礼。兄弟姊妹，伊讲这个洗礼就互恁对罪来死，这个洗礼就互恁对罪来死，都亲像甲主耶稣当顶是咪个同款？洗礼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古早2000年前的教会咧洗礼时，应该涂骹乌一空足深的，那就一个浴缸，然后有一个阶梯，啊，搁一个阶梯，因对这个阶梯行落，啊，亲像咧潜水，啊，然后对迄个水窟对迄边爬起来。我伫罗马有一届的学习，伊带阮去看古早的洗礼地，就是安尼。就亲像对妈妈的羊水，对妈妈的胎内一个定心安尼洗过。今仔保罗讲，洗礼是互咱对罪得到清气，对耶稣甲耶稣同死，同顶是咪个同死同去活？这就是成圣朝圣之旅。第二，伫妈妈的腹肚内，伫圣神妈妈的腹肚内，伫圣神的怀抱的内底。就亲像迄个毛毛虫，伊决定伊时间到啊，伊要脱胎换骨，伊吐真侪牛仔屎，甲家己绑起来。但是忽然有一日，伊已经成圣。所以第二，基督徒爱追求，不但因信称义，第二，咱一生的灵修就是亲像伫圣神的内面咧成长。第三。离开那个捆绑你的迄个牛仔的根，就是迄个咱咧讲蚕宝宝吐出来迄个卷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因缘，有一个卷，希望你会了解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拢有一种咱不为人知的能力。咱惊歹势，咱不爱人知，但是咱又个不能不理睬他。因为这个剑是总动咱当大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3部曲，愿上帝帮助咱。所以第一，我要甲咱对耶稣基督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讲，甲耶稣同顶十字架，同死，同埋葬，但是最重要，同去活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已经去活，伫什么所在？伫你的生命中，你相信吗？
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你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相信你个话。主耶稣，我望，我期待，我恳求你今仔日活伫我的内底。我要将旧的话命甲你同顶伫死命嘅顶悬，我要甲你同死，我要将我无好的习惯埋葬。所以伫西方的基督徒的家庭中间，有时因的父母会教因的囡仔一寡脱离迄种的罪性的一种的游戏，还是讲一种的祷告。伊会叫伊的囡仔画图，还是写几句，伊心内感觉很讨厌，伊感觉伊足软弱。伊就将迄张批写互上帝批，将伊的羞耻，将伊的软弱，将伊毋知影要安怎办呢？爱写伫，爱画起来，然后纸甲伊记起来。伊爸爸会甲因用一个纸盒子，还是用一个铁盒子，去因兜后庭，甲伊埋葬。兄弟姊妹，就象征将伊的歹的脾气，象征将伊的旧的思想，将伊的软弱。甲耶稣基督同死埋葬，个话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安尼吗？你愿意蝶化吗？蝶化的意思就是蜕变，蝶化的意思就是对毛毛虫变做蝴蝶，要有一段时间。每一个基督徒要自人之人，才做长大成人。所以耶稣才会讲，天天背十字架。意思是将上帝真理放在你的生命，天天的改变跟成长。最后，伫逐摆的礼拜日拢是破茧而出的礼拜日，兄弟姊妹，逐日天光的时阵，目睭天金的时阵，拢是破茧而出的时间。所以，逐摆咱做决志，咱就是推开那个，把耶稣动起来迄个梦照。所以，这故事拢咧甲咱讲，其实咱的生命中间有三部曲。咱就今仔日的礼拜第一，受难周最重要40天，受难周最重要一礼拜受难周的祈祷，拢是要帮助咱、提醒咱，通过祈祷，通过安静，一日一日迈向圣洁，这叫做朝圣之旅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会当听牧师讲道。但是你若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予圣神的神，这个改变较慢，不是讲袂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脱胎换骨，求主互迄个国外日较紧临到伫咱的生命中间，这就是朝圣之旅。伫这个朝圣之旅中间，有一个最要紧的决志，就是无搁再用稳你的歹的习惯，无搁再用稳这个捆绑你的习惯，伫你的生命掌管，无搁再用稳罪伫你的生命中间掌管。20几年前有一届礼拜日，有一个兄弟伫咱教会上界快乐、上兴奋，圣灵运行的1994年之后迄几年，有一个兄弟伫礼拜堂的中间甲我讲，流目屎决志，我毋知伊咧哭啥。我甲伊问讲，我会当为你祈祷什么？伊足细声伫我耳旁边甲我讲，牧师，我是一个男子汉，一支2寸长的棍，我无使着改变伊。我嘛毋知影迄天我无咧讲改分，但是忽然圣神临到的时阵，伊发现伊有一种的软弱，是伊家己无能为力。迄嘛是我的软弱。我曾经在大学时期也感染了抽烟，足歹改。上歹改的是迄个起毛子啦，食薰的人上知迄个起毛子啊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中有真多软弱，但是若上帝圣神临到的时候，伊要讨帮咱，罪无搁再伫咱生命中间掌管。那一次的祷告，那一个弟兄完全改变。伊毋捌阁一界点分，我知。后来伊几个月后，伫教会内底做见证。伊讲我毋知解分遐尼简单，我伫讲台顶甲伊偷偷甲伊骂，伊可能毋知我咧骂伊。我讲臭屁！你顶礼拜哭甲，即摆咧讲解分遐尼简单。哈利路亚，兄弟姊妹，愿神掌权。
愿圣灵伫咱的生命，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加地地，甲耶稣同死，同定十字架，同埋葬。你会当象征，亲如牧师甲你讲迄个故事，一个爸爸请带伊的囡仔为伊的软弱，为伊心理的状况，将伊的恐惧，将伊的惊吓，伊画出来，还是讲写出来。你毋免甲你的朋友分享，你家己用了，你会当偷偷去代替什么所在，还是讲无人看的时阵，你就甲伊烧掉。你甲主讲，我将这个祷告化作胖胖的祭，请到伫你的手中。主爱咱这种祈祷，愿咱伫伊的面前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同定十字架，同死，同埋葬。兄弟姊妹，咱人拢有一寡不为人知软弱，我嘛相信，在咱这中间的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拢领受过圣洁的感动，捌不？咱伫今礼拜中间，曾经感觉到有一种神圣的、良善的一种好的气氛。迄个好的、良善的气氛之来的时阵，互咱宁可放弃这个世俗的气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所以保罗讲，咱领受洗礼是归伫耶稣基督的死。这句话足歹了解说，什么叫做归于耶稣基督的死？有两种，一种是将旧的老我交给耶稣，过去种种，比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比如今日生，甲耶稣同死。个另外一讲，归耶稣基督的死是公众的，因为耶稣的死不是为着伊家己，耶稣的死是为着世间的清气，耶稣的死是为着这个世间的完美。所以有一日，咱要为着这个世间的完美，你的家庭的完美，你愿意牺牲？愿主的圣神帮助咱，这两种咱拢得到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关于耶稣基督的死，认真面对咱家己旧的习性，毋是干那牧师带咱祈祷。上界有影响咱的祈祷，就是咱家己的祈祷，上真实，也是上界伫上帝面前得到帮助的祈祷。认真面对你家己，用祈祷告别你内底错误的欲望跟习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怜悯咱。所以洗礼是归伫耶稣基督的死，埋葬上重要，拥有新生命的样式。这个样式是什么？是上帝天父上帝的荣耀。所以耶稣基督伊见证，所以上天的时候，国外是伊的学生看到伊的时候讲什么？耶稣的容貌，你会记无？愿主将这个容貌荣耀赏赐给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要得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新的生命不再是毛毛虫，咱要做做上帝的样式。伫死的中间，甲耶稣联合结合，也要伫国活的活命中间，甲伊结连。这是应允，这是必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的死，第二种是公开的形象。拄则咱咧讲个人认真面对家己的内在，认真面对家己的罪性，过来，咱正做一个背十字架的基督徒了后，咱要担当耶稣所交来咱，让世界更漂亮，让咱的囡仔得到救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发出咱的祈祷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软弱，求你怜悯我。我将我的软弱，将我心内真多迄个诱惑的迄种无力感，主耶稣伫今仔日的圣餐，我交予你，我领受，我给出去，我得到进来，我给出去，我得到进来。兄弟姊妹，等这个长老若将这个饼甲葡萄汁放予咱的时阵，咱就先给出去，
然后咱春秋领受，将咱的老我交主耶稣，然后将主耶稣带进咱的生命中间。主帮助咱，互咱明白耶稣基督留互咱最要紧的功课，就是生死学，安怎活，安怎死。兄弟姊妹，死是一个禁忌，但是有时死是一个荣耀。愿咱明白这个生命，就亲像等下我要甲咱讲迄个故事，伊丽莎白，伊真做一个真高讲生命教育的人，伊最大的奇才，伊的著作就是要帮助人进入上帝所享受人迄个生生不息的生命，所以拢常常提醒伊的演讲的听众，也是伊的读者。一个人一生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为着将来死亡临到的时阵做好预备。兄弟姊妹，咱若是进入耶稣基督，咱若有准备，咱袂惊死亡，因为死亡临到的时阵，就是蝶化的开始，就是永活的开始。愿主甲咱三个地地，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圣神帮助咱用罪来死。用上帝来活，用罪来死，用上帝来活。有新的眼光，今天圣经报道讲，当看自己是死亡的，当看自己是死亡的，当看自己是向着上帝活出新生命的人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参与开始伫咱的生命中间蝶化的开始。这句话我有一个足深的感动，因为这礼拜中间咧读这个伊丽莎白故事过程中间，因为伊细汉体弱多病，伊后来年老慢性病，病痛困乏医足长，但是上大的改变不是这个，是伊开始成做一个教授，成做一个作者。伊又阁是一个欧洲的人，所以伫欧洲中间，咱知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有真侪犹太人，因死伫集中营。后来伫好奇的中间，伊发现，因为伊咧做这个生命的研究的中间，伊走遍了真侪这集中营。伊发现有的人刺青，伫伊的手顶管刺了一个蝴蝶。伊发现伫迄个感觉已经互人关到死的迄个所在，迄个感觉的这个小角落，有人用毋知啥物物件刻蝴蝶，逐所在拢蝴蝶。伊发现真侪留落来遐的囡仔的图。有千千万万的图是画着蝴蝶，伊真好奇，为什么蝴蝶成做死亡记号，很特别的死亡记号。后来为着要解这个疑惑，伊访问真侪对集中营劫难重生，就是死无去，互人烧无去，互人无用毒气毒死的遐犹太人，伊拜访。几啊万呢？对这种死搁活的犹太人，无搁活啦，就用死无去的犹太人，因问因讲，为什么在一个集中营中间会出现这个图腾？后来伊伫伊的著作中间讲一句话，因讲这个人伫伊的生命中间经过很苦难的5个阶段，因为伊是一个心理医生，所以真够分析人的内心所拄到，伊写着5种人拄到。这种极其无助的苦难中间有5个蜕变的5个阶段，对一个真愤怒，对一个真绝望，后来对一个真无法的最后呢，伊有讲了5种。伫最后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画下这个蝴蝶，这群人，因有一个共同的祷告，就是等待蝶化。今仔日第2个我要跟咱分享的，伊咧听候，这是一个祈祷，听候一个噩梦的临到，因用蝴蝶来象征，有一日当伊死了后，纳粹给用火车规车载入去毒气室，伊讲当我死的时阵，也就是我搁活的死，因为犹太人相信上帝要接纳因的灵魂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用这个故事来鼓励兄弟姊妹。
伫妈妈的胎内，就亲像约拿，伫迄个金鱼鱼仔的腹肚内底3天，耶稣伫亡灵3天，这拢是咧象征咱的生命爱脱胎换骨。兄弟姊妹，在咱共同的礼拜，嘛是咱一种妈妈的腹内。兄弟，你有大汉啊嘛？你有臃肿啊嘛？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帮助我，哪来亲像你？主耶稣求你帮助我，哪来亲像你？牧师的讲道无拄拄会当全然互恁有迄个真强烈的欲望，想要成圣。但是关圣神伫今仔日搁偌济，想使咱有这种强烈的祷告。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真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毋是为着别人。我真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是为着我家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咱死埋葬。伫即个等待蝶化的过程，咱的一生命拢有即种的过程。咱也未完全进前，其实永远是一个蝶化的过程。用那伫大鱼的腹肚内底3天，嘛是安尼。所听的姊妹，你会通为着你的生命脱胎换骨来祈祷。伊丽莎白库珀勒罗斯就是这个拄则我甲你讲的作者，伊讲为着你的将来做好准备。如何生，如何死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是一个知影安怎活、安怎面对死亡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你若想要了解伊的心，有3本中文的册已经出版足久啊。我竟然唔知有这个作者，但是最近伫今年的受难周的过程，我感谢上帝，这册名真吸引我。伊讲生命的课堂，伊讲我要安怎甲囡仔讲生命跟死亡。伊讲天使圣灵走过人间，走过那个集中营，走过那个死亡的地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虽然是一个真忧伤的故事、可怕的故事，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兄弟姊妹，我将这句话送给咱：为着你的生命的改变祈祷，你甲圣神祷讲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期待我生命的不一样。阿们吗？我仰望上帝，不是为了别人。你若是遐尼水，主啊，互我亲像你遐尼水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不爱搁做毛毛虫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伊听咱的祈祷，兄弟姊妹出声祈祷，用你的心甲上帝讨。这叫做成圣的过程，这是咱生命属灵生命的转化。主听咱的祈祷，哈利路亚！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圣神刻伫恁的祈祷中间。听保罗所讲的话，伊讲：互主耶稣基督搁我的神啦，踮伫恁的内面。这个圣神就要互恁会死必死的身体又活了过来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需要生生不息。咱有时软正，有时冷淡，有时实际。但是愿主耶稣伫今年的搁偌济，互咱又活了过来。主听咱祈祷，帮助咱，甲伊同生，甲伊同死，甲伊当埋葬，但是活出来新生命的样式。咱甲上帝祷讲，天父上帝求你互我亲像你，天父上帝。求你互我亲像你。最后一个祈祷，我要甲咱做分享的，就是破茧而出。亲爱的姊妹，祈祷伫圣神的帮助中间检查自己，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甚么种物件困绑你？今仔日我讲这个兄弟结婚的故事，是无伫我的讲稿的内底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拢有某一种的茧，
除非你愿意，若无，迄个结难永远袂离开你。你相信吗？主我将我内面这个辖制、这个捆绑，无论是这种色情的意念，无论是这种某一种世俗化的习惯，主我将这个在今仔日的礼拜堂讲给你听。天父上帝，我相信，我也袂讲真正，你拢知啊。阿爸天父，我相信，我也袂承认真正。世间人上困难的就是承认家己有问题。亲爱的姊妹，脱离为奴之地吧。兄弟姊妹，无人会当带你出来急，但是主耶稣今仔日伫咱中间，伊讲来跟从我，还在听到吗？主耶稣讲来跟从我，主要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阿们。主我相信，你要斩断一切辖制、罪性、思想、腐烂，伫我的生命中间有真多，无人知。无真多啦，我相信袂真多。咱若有真多，足麻烦啦。咱已经今仔日就足麻烦啦。但是莫讲足多，只要一两个，咱就袂足轻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爱的圣神进入咱的内底。今仔日咱毋是听读圣经，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我将我旧的人。今天我要交付你，直到我完全得到逃跑，直到我真的得自由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兄姊妹，咱做伙来享受，咱做伙来做见证，毋是干那迄个兄弟见证讲解婚遮尔简单。得胜的主耶稣伫今仔日甲咱三甲弟兄，互咱享受自由，脱离。进入上帝荣耀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你已经救我，求你带阮甲你同到天国的所在，互阮进入你的国度，活伫天父上帝荣耀。这是阮心所求、喙所讨，奉耶稣基督你的救恩的应允，甲你的圣尊名，阿门。